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2月1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，约伯记第9章23节到27节，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16节。今日要给大家参加分享的是保罗的指示。保罗的指示到底是什么款的内容？保罗用领上上帝的旨意，成做一个外邦福音的使徒，做伊感觉真勇敢。伊所教导的，伊所引导的，伊的福音的工作，就是在传国外的耶稣基督。伊所在宣扬的，就是福音的奥秘，国外的主。人对于这的代志顶悬，拢感觉到真歹接受，因为无明白其中的奥秘。无论是顺境、逆境，还是伫灾难，约伯伫遭有困难了后，就真歹接受所发生的代志。就伫迄个所在咧思考，所以发生着伊甲伊三个朋友的论争。也看见约伯对上帝有济的不满甲失望。约伯记第9章23节到27节，安尼记载讲：人若因为灾难忽然死，无辜的人会拄到灾难，伊甲因祈求，上帝将世界交伫歹人的手，伊毋着审判官的目睭，这若毋是伊所做的，毋是啥人。我的日子得过真紧过去，无享受着什么福气。真紧过去，亲像快艇，亲像鹰鸟真紧冲落去入食物。我若讲要将来我的爱愿放袂记去，将忧愁变成做笑容。咱看到这个约伯呢，甲朋友的对话了后，看见这个约伯，伊伫遐咧埋怨上帝，伊知影所有发生的拢是上帝，但是伊伫遐咧埋怨，伊伫迄个所在来认为讲伊所拄着的拢是上帝的作为，伊要记掉这个，伊真感觉真软弱，无法度。也真像约伯所讲的，伊无法度明白伊人生所拄着的困难真正的意义，伊无法度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上帝。伊嘛无法度明白伊家己人生所拄着的苦难。保罗甲提摩太的书信，伫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16节，安尼提到高深的奥秘。伊讲我梦真紧就会过去伫遐，毋久行了较慢到，我先写这个批。甲恁，互恁知影，伫上帝的家安怎的生活。这个家就是真爱上帝的教会，就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。大家拢宣认咱的信仰的奥秘是偌尼大。基督显现做人，圣神认定做义，对天使出现。伫万邦中受宣扬，世间人相信、受接纳入
荣耀。人生虽然有真济的苦难，但是永生上帝的家是一个梦，是一个奥妙，是咱无法度去了解。所以保罗甲提摩太，伊讲大家宣认，这个信仰奥秘是高深、真困难测度的，亲像约伯同款，无法度去明白上帝的作为。上帝用人的形象，就是耶稣基督来显现，来互人会当看用圣神的一个存在来证明伊是做义，佮去互天使来看见，互外邦所宣扬，互世间人所信仰，然后互人接回去天顶。的确，上帝的救恩的奥秘无法度亲像安尼就了解，是真学得了解，真学得接受的。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，上主甲伊所竞选的王，上主对我的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义，听候我，互你的对敌做你的脚点。上主要互你对錫安伸出的权能的管，你踮伫对敌的中间掌权。你出征的日，人民会甘心做兵。你的壮丁会亲像早起时的露水结合，来胜山军队里。上主有立誓，一定袂后悔。讲，只要袂记洗着的万处，你永远做祭司。愿主赐阮福愿，愿知感谢上帝，亲像用肉身的耶稣基督来降世。虽然我无法度明白，但是上帝的救恩却是明白的。阮求主，互阮伫拄着困难、拄着苦难的时阵，会当坚定的相信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